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就在这个时阵美国总统川普离开了美国本土，开始伫亚洲咧飞行，讲到了中国，美国大车拼，敢是互相让步来好相看。你卖稀土，我卖大豆啊！因两个是敢真正惊着无搁爱相拍？中国是毋是从此民族复兴再次危殆？咱今仔日四位专家学者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政大国际事务学院兼任副教授陈文嘉。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毕业政见小将易中基。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继续，咱就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月底要在南韩举行着高峰会，双方面的代表昨仔先在马来西亚针对着中国稀土的出口限制，买美国大豆等等议题达成了共识。另外，川普有可能在明年新政进前来访问中国。就伫美国总统川普伫马来西亚出席吉隆坡东协峰会，也是为着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参席会铺路的时，伫拉美中贸易谈判有重大的进展。100% tariffs if the Chinese impose their rare earth global export controls. So I think we have averted that, so that the tariffs will be averted. 就双方关注的经贸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讨论和交流，比如双方各有关注的出口管制议题、对等关税、进一步更长时间展期问题。美方表达立场是强硬的，中方维护利益是坚定的。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规范，中国同意稀土出口管制暂缓1年，同时也伫未来几年内开放大规模买美国大豆。东协峰会是川普高伫亚洲行的第一站。会后，川普口气乐观地表示，会甲中国达成协议。即摆伫吉隆坡进行的美中第5轮贸易谈判，美国也有贸易代表格里尔，中国方面是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领军。即摆协议规范的达成，代表两国当咧努力避免贸易战进一步升级。背心着也透露，川普真可能伫明年中国农历年进前，到北京会见习近平。习近平主席也有回访华府的计划，有计是伫明年秋季。据团体峰会进前，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观众朋友看到这新闻大，你唔通刚刚讲恁佫开始要咧讲川普讲中国。其实这个档仔口拄啊好，因为中国拄啊开完这个四中，而且因佫杀出一个第15摆的5年计划。这所以我们才请这个王老师坐头先啦，到底是中国看讲，哇，我的经济实在是差甲差我来论论，还是讲其实因的经济，照因家己讲的，我有内循环，我无惊。我先请王老师来解剖一下。其实就中国的立场应该这么说啦，整个大局先说。我们现在会说，其实习近平到底要不要见川普，其实是加分。见了是加分不见了没有扣分，是他对于国内是稳固的。那如果见了川普，可能美中稍微在国际上的威望，他考虑的是这点。那回过来，其实就主持人说的，其实习可能关注的是国内。那国内现在很多人其实会说，像我们之前说中国经济不好，确实不好。比如说投资前3季是负的0.5。那是什么概念呢？是疫情以来，排除那个疫情的那3个月爆发的3个月，唯一负的，有记录以来唯一负的。
那消费已经降到大概3%。可是你有看到中国崩溃吗？没有。其实大家现在是没有期待，也就没有伤害，所以我不会期待股市暴涨。你可以看到股市虽然有上涨，可是也算是平稳，也没有下跌。房地产持续下跌，大家也没有恐慌，所以它现在变成一个很平稳，像水平线一样，所以没有波折。所以我们最近常说一句话叫“躺平经济波动”，这是中国的奇迹。老师啊，伊这是安怎通好预期啊？人民我知影，譬如讲，我真侪中国的朋友，伊一日所需吼买去菜市啊买这菜啊啥，其实俗啊真正会，你会感觉讲吼，那会接俗吼啊日常要用的这个物件嘛足俗的。伊这是家底真高，所以呢，暂时还佫会当度日子。还是什么一个情形？但过去咱有讲，伊这有可能就停滞性通膨 （stagnant inflation），是安尼吗？应该那么说。现在主持人问到好问题，应该分2个阶段。现在第一个阶段是经济先把它烫平，烫平没有波动，大家就不会觉得恐慌，就不会崩溃。所以你看到万科的高层被抓，方式还是一样啊，经济还是一样走。这是第一个短期的。那长期来讲，习近平在就主任提到的15规划，他透过大量举债去发展科技。如果科技发展起来超越美国，那债不就还掉了？那如果发展不起来再说嘛。所以他现在优先当然是假设会发展起来，所以现在把所有民生福祉的投资的钱，全部灌到了科技的发展。而在民生上面呢，尽量维持像主持人说的，物价很低，那这样大家就不会反弹。像无过巴度，所以没有太多的经济成长带动物价，可是因为经济的衰退，可是通货紧缩，所以大家也就过着像现在一样。那另外一个要特别说到，我们这2个月去抓一个数据，叫做失业保险的给付。失业保险给付在过去的2年几乎是2位数成长。换句话说，什么叫失业保险给付？一定是有钱的中产阶级才会有去保失业保险嘛，所以当失业的时候，他才会去请领支付。换句话说，这一批其实受伤最重的是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过去讲的 M 型化。而中产阶级这一批人呢，上有高堂，下有子女。他顶多再去换一份更差的工作，他不会去反政府。所以习近平也吃定这一点，所以先往这个地方去挖，然后另外一个是巩固那个躺平的青年或愤青，所以他现在的做法是这样。这刚才做这个手术安尼，这挂吼，互伊稳。但是我要问阿嘉老师吼，是，你来看美国是在这边，因为超过顶礼拜。一个杂志吼叫《Economist》，伊就讲 China is winning the game，都当咧赢，即翻译讲当咧赢，伊嘛讲啊真艺术啦。伊讲伊唔是讲 won the game， 伊讲当咧赢 winning the game。所以这谈判你甲看是互相让步，还是讲好啦，互你面水啦，反正啊你无死也半条命啦，会好也袂完全啦，是安尼吗？是我看这中美之间呢，都像按台语一句话啊，人拼人，先拼先，天先才交这天。是安怎呢？因为这个中国甲美国看起来是因为中国伊用稀土要来处理美国对伊的制裁嘛，但是伊是主动的哦。一般伊在迄个习近平伊带上任的时阵讲吼，中国无爱惹事，但是嘛袂惊事。即摆毋是，我要惹事。因为我唔惊事，所以我要惹事，所以伊先弹出来议题啊。啊，讲稀土的问题就是讲，因为稀土你嘛知影，伫军用也好啊，也是伫咱的民生，也是车辆上拢足需要这物件。伊都有这个而且90%的成分伫中国咧生产嘛。因为现在生产，因为这无环保议题啊，伊反正要来舞的中国，什么拢是国家的国家的支持嘛。伊要舞东舞西舞到舞地嘛，无法通去处理伊啊。所以伫遐咧生产，啊美国嘛真正老实讲，感觉这个问题嘛对伊嘛真挑剔，因为若无这个物件
其实唔干那对因的科技尔，对因的军事、对民生拢产生足大的困扰。所以即摆我来看是，美国是要用当然用伊的关税要处理，但是即摆中国伊个有反倒在用迄个稀土就是较算较会较等于的物件嘛，你等于也无下美，伊就美国就歹处理啊嘛。好啊，所以我来看，即摆互相之间啊，拢有因的使用因的武器出来。只是讲，是我讲有较特别的，是讲中国即摆是较遮好打，敢来对付美国。一般啊，我会记得当天是迄个邓小平的时代啊，伊讲哦，若无听美国的话的人，拢袂变强大。所以就是这个已经这政策已经有延续落来嘛。所以伫这个2001年啊，迄就是若无美国互中国这边迄个世界WTO。中国无当发展，因为啥呢 ？WTO 就是一个迄个全球化的一个现象嘛，就是人啊、迄个物啊、钱啊、技术拢会当自由流通嘛，拢走去大陆，所以把大陆变成中国的市场，嘛变成世界的工厂。所以即摆要来看起来讲，即摆甲像美国即摆看起来嘛无中国的皮条啊，只是甲一个按即摆去看看你讲市场迄个专会嘛。伊有出头一个叫15的一个规划，第15年，因为尾手伊的重点就是要建设国内的起草，伊要强大，因为即摆起草即摆都伊的需求较弱啊嘛吼。啊，第二就是要加强因的科技的自立自强，第三就是讲伊要发展新质的生产力，哦，这就是拢甲科技有关联。所以伊即摆中国是要用科技甲伊的材料。两个哦来加做伙，算两个武器来对付美国。所以即间我美国哦，川普，那你讲伊嘛，下当时啊，伊虽然嘴讲过介硬啊，但是伊拄着即个现实，伊嘛必须爱。所以阿高老师，你认为因是无输无赢，还是美国安尼画家安尼算美国输？毋是，即现主是看来是中国算讲较强势淡薄啊。只是讲，你若甲咧武咧，因为美国伊嘛有撇步啊，伊正头一来讲诶吼，啊，种尾收伊要骗到你的稀土了，等后伊也有即个物件，吼，也是由于迄个啥罗西亚，也是为迄俄罗斯伊迄个乌克兰讨到即个物件，伊当然有即个物件，伊就从中国就无咧得信到啊，所以长期来看，我还是美国较是个优势，因为美国佫有伊的强大的军事、强大的朋友。伊朋友真侪啊！你看像进欧洲嘛，对中国做袂爽啊。像即摆我会记得德国的外交部长讲要去中国啊，叫中国讲会使，你甲咱见到迄个王毅尔，其他你不准见。哦，足笑着足大话，结果德国讲啊，不如卖去就好啊。因为啥喏？因为老实讲，中国咪世界唯一啦。伊若讲只要欧洲、甲美国、哦，甲这日本这西方的国家呐联合起来，如果来看，中国嘛毋是遮大家会对手。哦，这是老师你的见解哈。啊，那易将军你认为咧，这个斗争吼已经超过年外，啊，真侪人是一直咧讲中国吼国家安全伊有稀土，但是这难道毋是美国一开始就知影讲有这步？啊，伊拢袂去处理吗？啊，稀土也毋是讲迄个土是稀罕的。是因为这提炼的过程真破坏环境，所以真侪国家无爱生产。啊，美国要去想办法吗？一样的。其实啊，这个咱来看讲，即个迄个美国甲中国啊，即嘛贸易的双方啊，即嘛合议啊，已经讲大概完成了哈。啊。那你若搁进一步去看，其实。包括中国，伊到迄个 TikTok， 伊嘛退让，伊即嘛甲迄个字节跳动分开。美国的部分袂啊美国。啊，另外就是个咱讲即个贸易的环绕的主要的问题，包括稀土，包括迄个咱讲芬太尼，啊，佮包括咱讲大豆，啊，这中国嘛是拢配合美国哦。所以为这个情势来看，其实是。美国虽然无讲，不过是对美国来讲，咱看单破是对美国较有利。啊，有利的原因其实嘛是倒稀土。稀土中国咱知全世界的科技业一旦
用偌济稀土，40万吨。即马中国的迄个稀土的存量4400万吨。啊，除了中国了，其实稀土虽然叫做稀啊，毋过其实足济。即马单迄个越南2200万吨，巴西2200万吨，这两个国家合起来，佮甲中国共款啦。啊，迄个罗西亚有1200吨，哦，啊，除了这了，迄个印度啊690万吨，澳洲啊340万吨，啊，美国本身伊嘛有140万吨。啊，所以你惊什么？无毋对，啊，伊无惊啦，伊哪有惊？你看吼，即届稀土了，中国对全世界制裁12种的稀土，其实稀土17种啊，啊，中国制裁12种。这12种吼，其实是毋是甲美国尔哦，连规个欧洲哦，甲美国的这个联盟的国家，完全拢受到影响。所以即届吼，因为中国的稀土的政策啊，美国甲其他的迄个联盟哦，大家合起来，所以咧，贝特森讲要甲 G7 啊，7个国家、欧洲7强联合来对付迄个中国的稀土政策。啊，其实稀土对美国来讲吼，甲日本来讲，2010年，因为渔船的迄个日本甲中国钓鱼台渔船的冲突，中国就是该制作、该制裁日本，来制裁无卖稀土啊日本，所以日本为2010就开始啊。因甲即马今年15年的准备，你讲伊哪有可能无方法？方法倒来，日本提出4种方法吼，一个真简单，日本对伊的海滨周围啊开采，尤其是钓鱼台附近，那这个是一种替代。第二种啊，上厉害回收啦，回收所有的电子产品啊，这些拢稀土，即卖技术。会看回收的比例哦，遐稀土95%。第三个就是伊即马就是新的科技，像你讲，大家头拄讲的武器啦，还是重要的迄个电子产品，大家拢爱用迄个铝啊。即马日本的新的技术免用铝。将军，安尼听起来，美国无咧惊伊啊，啥那要让步？啊，其实是中国伫让。啊那，你看昨暝。澳洲迄个冯德莱恩，澳洲的秘书长冯德莱恩宣布，澳洲的政策后边稀土就是不爱依赖中国，要另外找其他的方法。迄个方法你来看，就是日本即马伫使用的啊。日本就是因即马就是讲，既然你即马现代科技95%卡回收来，所以因为现象的迄个电子产品回收，迄吼对于迄个稀土的迄个依赖度较大幅的降低。啊，另外就是新的技术，像迄个咱头拄仔讲永磁性啦，是安那讲稀土较重要，永磁性吼，伊个甲迄个磁铁吼，伊的迄个功能较强化，所以所有的仪器、所有的通信，因为这个特性可以加强好几倍。啊，所以新的科技吼，无办法。无这个铝啦，啊，结果咧，即摆日本有上少3种方法，较毋免用这个稀土，用安尼美国是挑剔，讲好啦，互你免水安尼吗？我感觉这是有一个大战咧在后壁啦。你看美国来，伊老神在在啊。你看，自中国稀土的政策出来了，大几个国家去找美国。你讲巴基斯坦有12种的稀土，伊。最近甲美国签5亿的迄种稀土的交易，过来咧，迄个缅甸，美国即马嘛都接触，啊个乌克兰，乌克兰啊，啊个迄个即马咱讲其实也另外一个足济吼，就是阿富汗哦缅甸。即马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因为这稀土的生产吼，毕竟爱成立这个生产链，啊，这机械创啥，啊，敲到头一批稀土出来，超啊年外，所以先甲签一个。对，而且吼，其实吼，稀土的提炼的技术是无复杂，真简单，因为上先提炼稀土的是美国啊，
美国即摆本土都加州的迄个稀土的工厂嘛拢恢复啊。啊，美国最近嘛甲澳洲嘛签稀土的迄个共同的迄个合作，所以美国即摆就是吼，其实伊顶边甲中国迄个贸易，中国就讲要用稀土来甲制裁嘛。啊，即摆是安那中国要讲好啦，延一冬，伊知影伊这继续落，毋是敢若美国关系变歹咧，甲所有的国家关系拢会变歹，所以中国真知影，这个敢若中国伊本来吼，伊在迄个稀土要做伊的国家的武器，其实迄是邓小平时阵的政策啦。伊讲中东有石油嘛，中国爱有稀土，你敢有办法吼？接纳全世界迄个安尼听起来无啥厉害嘛。啊，所以讲这规盘来讲，是安那讲，伊忽然间讲好啦，延一冬，啊，若讲遐尔好用，伊是安那要延一冬。啊，李老师你安怎看？确实啦，即摆稀土对中国大陆来讲吼，是一个武器。问题即个武器好用歹用吼，就要看讲对方，譬如讲美国啦，还是其他国家要安怎看嘛，要安怎接受。就像于老师咧讲嘛，即摆美国甲足侪国家签有迄个协议啊，啊，足侪国家看到稀土遮好，人啊咧传啊，大嘛开始要你讲澳洲嘛开始咧想要家己做嘛，澳洲嘛家己想要建家己的即个产业链嘛。主要原因就是讲，因无爱去依赖中国大陆嘛。因你若讲依赖中国大陆，变讲去互中国大陆所以老师，那照你安尼讲，啊，你安怎看即局美国甲中国的谈判已经有达成这某种协议？因来讲啊，讲阮这就是 framing。阮的即个结果已经讲好啊！你就爱买我的大豆啊，啊，我买你的稀土，安尼，这是安怎看？老师你安怎解读？我感觉讲，这个阶段吼，两边都想讲牛步一下，大家拢想牛一下，休喘者。嘿，中国大陆嘛讲好啦，我恢复，甲你买你大豆啊，啊，我咧对这个芬太尼我来管制。吼，啊你咧，莫去控制我的晶片，你莫讲直接想要甲即个晶片定好死嘛？因为对于中共来讲，因即摆想要发展啥？因为伊知影嘛，你若讲要甲美国慢慢发展来吼，伊无多甲美国平起平坐，一定要讲跃进式的即个发展，并讲一定要针对特定的一个产业、高科技的特定产业。即马15规划有讲嘛，因即届就在后摆要针对啥 AI 创新嘛，就是讲因要跳跃式要来竞争啊，因为知影讲，因若讲为头到尾开始甲美国要拼吼，迄块。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伊已经传好楼梯，哦，啊，家己通啊落来，啊，边啊摸的啊，当然啦。对外，就像咱头看影片讲嘛，迄个何立峰嘛，嘴讲咧足硬，足硬啦。问题行动来讲吼，伊慢慢会软软，因为软对双方有好处，大家就讲嘛，你互我啊，你让我嘛让，啊，大家就讲啊，因为对因真强硬啊，但是我真坚定，听起来敢若歌词呢。坚定问题，坚定中带软嘛。坚定当中，一定啊！你既然你会放松对我的这个，譬如说经济制裁啊，还有关税，即摆有讲嘛，已经未对中国大陆的产品扣100%的关税啊，所以即摆已经讲啊，而且即摆佫有讲啊，迄个川普有讲啊，伊讲即个 TikTok 咧，即个买后礼拜有可能会完成啊嘛，所以对伊来讲，美国嘛摕到伊的啊，所以美国对这个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制裁来讲，经济这个关税什么，伊嘛已经放软啊，啊放软对中国大陆来讲，北京因领导人就甲伊的人民讲，我嘛这个单半谈判我嘛有摕到，咱出口转内销啦，对啊，一定是安尼嘛。好，王老师。这川普吼讲伊咧讲迄个稀土的时阵吼，讲
这 President Xi 哈 had a bad moment。伊讲伊即马吼日子真歹过，咱互伊小可，互伊一寡时间。伊咧讲 bad moment 是咧讲伊党内同志市中转回进前，伊咧武东武西，伊真艰苦啊，所以来发这个稀土咧开战，也是咧讲伊国内经济真艰苦。应该这么说哈。首先第一个来讲，中国的优势还是要先回到那个稀土。稀土我们有算过哈，2025年前8个月。每公斤多少钱？45块人民币而已。这少哦。我们算过哦，这是官方统计，每公斤45块，所以稀土一点都不贵。所以中国的厉害不在于它弄了很贵的东西，而是它透过非常低廉的价格打趴其他企业。换句话说，我们有算到2024年，就是去年年底多少钱？62块，比4月份管制的时候还要低。换句话说，中国事实上它还是想要透过价格战，先把对，把全球的所有的企业都打趴。起来。那你只能靠它，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回到是说，那川普会认为中国经济很坏，确实我们认为是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其实2018年开始打美中贸易战之后，美国大概很讶异说，这个中国梦或伟大复兴这么的纸砂或塑料一打，其实内部问题一大堆，打得比日本还要快，衰败。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川普的做法是某种程度让啊，就让整个节奏不要这么快，让中国经济崩，否则对于放弃对全球都不好。对，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嘴巴也很贱啊，说实在的。所以呢，他实际上怎么作为呢？第一个回到大豆，事实上这回去日本，高市有意愿要买美国的大豆，去到印度啦，最近不谈成50降到15%，印度也要买美国的农产品，台湾就更不用说嘛，韩国也是，所以美国的大豆就算中国不买，一毛五路也有路，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叫他买？就是你要该花的钱你还是要花，然后再回到贸易战里面，所谓的贸易说达成框架，可是说实在的，你看到内容是什么？就是继续卖稀土跟买大豆没了。无讲晶片呢？对啊，那晶片讲到重点，另外一个大家注意到忽略2点哈。中国为什么会突然在10月初出口管制？有2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美国商务部发布新的出口管制规则，只要是中国持有的50%子公司都算在里面，所以中国要拿到晶片又更加困难。另外一个是这回在马来西亚之前发生一件事，川普说什么？考虑要禁止说关键软体。什么叫关键软体？大家想一下，你 Office 你电脑开机那个 Office 作业系统，你没有那个作业系统，你电脑一点用都没有。无啦，因拢用海盗版的啦，因拢用海盗版啊，无咧付钱啊。那现在都在锁啊。其实这几年因为中国的盗版，所以现在 Office 都是每天365天的那种每天登录版啊。那他们自己本身有在发展华为的系统，也发展10年，可是那个效果非常差。所以我觉得这是最近中国会让步的原因，就是如果美国不给作业软体，那中国的大陆的电脑全部都报销，那以后你可以想象，它回到传真时代嘛，打字机时代。所以老师你也是看讲中国第一，伊本体伊的体质已经歹啊，已经虚啊，但是伊这15摆第15处的这个5年计划，科技自主内循环，这敢会通？就是第一段讲的就是说，习近平当然他认为只要科技发展起来，现在超过新六轨，对，所以他现在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啊。所以内循环是赶最过当的意思，蒙过啊蒙过。对啊，就是撑过去就好。那回到刚才说到，当美国步步紧逼，连子公司都封锁的时候，中国给
今年应该说，川普这次回归让中国感觉到他是一点活路都不给他，所以他第一次2018年开始是没有进稀土的，那到这一次是4月份开始进部分稀土，到了8月份，辉达说要出口晶片，他也不要，他要自己晶片自主，到10月份是一连串的。剩下8种。伊是更小灯生气还是有影？无，就是他觉得川普就是要把他给封住，他不给他一条活路，那在不给活路的情况下，他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但是我咧看这个川普吼，咧上飞行机的时阵，咧回答记者吼，第一会讲到台湾未？伊讲我应该 lots of respect， 哦，我对台湾真尊重，吼。啊，第二我会甲讲什么来。哦，来讲这雷志英的代志，哦，阿嘉老师，你甲看川普这谈判当中，伊是真正咧换什么？伊是讲我第一，我美国要伟大，但是我嘛无爱甲你中国吼，而家互你破去，而家破去，我家己嘛真麻烦，是这个战略的这个思想嘛？其实中美之间的谈判，其实中国是看准。川普就是胜利人，所以呢，伊利用那你讲这个用稀土也好，还是用其他的来换伊的，算讲对伊的什么晶片的一个管制嘛吼，伊的 AI 管制嘛。啊，但是伊即摆会利用讲好啊，我伫美国，我伫牛你嘛，你要啥跟你牛？像我头老讲，稀土大多拢牛你啊，啊大多我该补充一下，大东现在买手即摆美中国个想买打美国买的原因，因为吼买出来买到巴西买啊，结果巴西伊就讲个好机会，伊的介绍比美国吊悬起来，去吊悬价啊。结果中国安尼嘛无法度啊，你因为中国对迄个大多来讲啊，是一个就是硬需求、刚需求。因为你若无大多，做侪物件无法当食品无法当处理啊，所以回头腾来，伊搁在中国，搁在想讲要来美国买啊嘛，这是第一部分。所以即马中美之间，按即马是咧协议，是咧按即马是咧经营讲，敢会。反正中国拢牛力嘛，但是台湾的问题，因为这个美国对，这个按关心的问题来讲啊，因根本讲就讲关税有诶无诶嘛，但是按较关心是关心台湾的问题啊，因为是讲敢会，因为这个台湾的是因的一个意识问题啊，因为川普胜利人较无咧注重你什么意识不意识嘛，你哪怕是民主国家不民主国家，伊较无咧重视较重视伊的现实利益，但是我来看，我用这节目要大家报告一下。因为不管咱成立唔成立，但是伊基本爱做一点就是讲，伊政内政的部分，因为即摆对台湾的支持是两院，民进党甲民主党甲共和党共同的意识，就是抗中，所以袂当换掉台湾的利益。吼，这是我看伊有伊的内政的一个素养。第二点呢，其实台湾甲美国之间的牵连，就台湾日本共款嘛。第一点。有一个算安全的联系，第二点就是有传统的联系，第三民间，第四个上重就是有科技的联系，因为即有台积电嘛，佮其他当然的科技嘛是真正强，所以即几个来看起来，其实我想按是拢加烦恼的啊。其实川普伊嘛袂牺牲台湾的利益，哦，这是我是讲应该大家讲的。啊，第二就是讲，按即个看，这个伊要推155的一个伊迄个嘛计划嘛，我是感觉伊经济嘛真重要啊，是安怎真重要？因为伊有，那你讲的中国想要 copy 的嘛，山寨嘛，伊即摆伊会想着讲美国的经济是安怎起来，就是伊有伊的科技，你刚靠内部需求是无够的。啊，现在会讲到等于讲日本嘛是伊的老师，日本当地是现在为1985年的广场协议了，就撤落来，因为伊无创新产业。啊，中国有华为啊，美国有伊的迄个啥，什么有苹果手机，当然有台积电啊，日本无，所以这个155伊的上重就是讲维稳，维稳就是安怎爱靠科技靠动维稳，后你讲内需无效啊，尤其即马中国的有3驾马车的崩溃，3驾马车就是一个外资嘛，一个就是伊的出口嘛，第三就是内部的需求嘛，伊即拢已经拢崩盘啊，所以伊现在必须靠美国，哦来挺，因为怎来讲诶，伊全球嘛需要美国。第二点，伊需要什么部分，就是讲希望哦，讲用科技来诱动伊的产业，
和像台湾共款，是啊，像台湾的厝价拢袂落，因为台湾有科技业啊，啊，日本会落的原因是啥？因为伊无科技业啊，所以这个部分来看，我感觉哦，中美之间其实内底拢有存在着伊的现实甲伊的利益，所以咱台湾哦，其实人讲树尾翘站家，对，嘿，唔惊这个树尾做风台。那将军你安怎看呢？因为最近又搁一个退休的这个将军，伫美国的报纸搁投诉，搁讲讲哦，你台湾安全拄安全。要安怎来看讲中国甲美国咧谈判的过程当中，甲咱袂去吗？真济这个其他的党派的人嘛安尼看，小弟嘛爱请李老师来讲诶。其实美国伫处理台湾的问题，因是足有经验的啦。哦，因拢知影，特别啦，美国甲中国啦要进行什么谈判的时阵，哇，迄个一寡讲美国会出卖台湾利益啦，哦，摕来交换啦，吼，迄个哦消息个拢出来。所以美国即届已经足有经验嘛。你看，不只是迄个川普总统本身，哦，讲伊真尊重台湾。伊的国务卿、伊的国家安全顾问哦 ，Ted Cruz 嘛讲美国绝对袂出卖台湾的利益。啊，是安那要安尼强调到川普出发进程，伊知影中国会去运作媒体，会去制造讲哦啊，你看迄个台湾吼，迄个随时拢有可能啊，迄川普总统啊，只要有利益啊，啊，伊无伫管伊种啊台湾啊本身的迄个安全啊无啦吼。一定的啊，所以讲谁那即届先讲好，啊，我相信啦，迄个川普到不管是到迄个马来西亚，还是到迄个月底到韩国，绝对当时间呢，伊嘛派人吼来甲咱的迄个赖政府啊赖总统嘛一定会同步的啊去做说明，这个是哦防止吼。啊！中国拢见缝插针，我会甲伊讲哦，我会甲伊讲着台湾哦。对。伊即届伊有讲，伊重点是啥？就是咱头拄仔讲啊，美国即届就是稀土、芬太尼，啊，过来就是迄个咱讲大豆。除了这三项，伊会讲着乌克兰哦，加台湾，因为这两个是全世界上注重会冲突的所在。啊，伊嘛知影。中国一直想要用台湾的问题来换讲，啊，无你到乌克兰迄个战场，你就是爱符合我用台湾的利益来交换我对乌克兰的支持嘛。啊，无你若无支持安尼，你就是讲，伊要制造一个讲，哦，台湾的问题是会使交换，啊，这对咱的民生甲士气影响足大呀，哦。啊，美国人我一直讲吼，伊有一个大战略吼，原因足简单的。你看头拄仔嘛讲，迄个大豆嘛是，伊嘛是，即届嘛是伊美国调降的。啥人讲调降的？因为中国无甲美国买，伊个一定爱甲其他两个国家大国家哦，一个就是巴西，一个就是阿根廷。啊，巴西哦，即嘛是差不多70%拢为巴西来。头拄仔甲老师讲将。79%啦，要80%啦。伊大豆的价钱差一倍，将近一倍，你搁该想，摊甲变去。3%。所以这啥人？这美国调降巴西摊甲变去，安怎讲？因为巴西头拄仔讲的，美国爱伊的稀土啊，2200万吨到遐。啊，另外一个阿根廷哦，你看迄个米雷伊总统，迄叫做吼阿根廷的川普版，你看，伊个拄选举尔，啊，我头拄看4点钟进前讲吼，伊胜选，佫赢，啊赢的原因是啥？美国同意哦，伊唔免关税卖迄个大豆啊，中国，所以伊一时啊，尔卖差不多占中国的3%的迄种吼，迄个大豆，迄对伊的经济吼，完全影响即届总统的选举，啊，即个是。中间偏右的政党，啊，甲美国是马吉的。即个米雷伊哦，总统讲吼，伊不排除吼，将来可能甲中国的势力赶出阿根廷。啊，你有知影啥啦？川普总统，伊即个大豆，其实伊敢毋知影讲，你无甲我买，你一定爱甲
巴西加阿根廷买，啊，伊叫阿根廷免扣关税。其他国家若无美国的同意，你敢对中国，我甲中国安尼，啊，你对中国好，伊一定是关税来制裁。哦，这看起来呢，跟那行棋共款。无毋对，所以这是一个大战略、大盘棋盘啦。啊，中国目前来讲，我是感觉讲，你看头拄仔讲，迄个川普总统上回紧进前，因美国记者嘛甲伊问啊，你对中国难道敢关税？问题？无啊，我搁讲别项啊。伊讲足济啦。今日来我一定爱出来啊。伊讲足济，伊讲啥你知啊？伊讲中国即摆迄个飞机拢破伊的啦，我卖卖伊引擎，我买零件，我飞机卖卖伊，伊的所有飞机拢爱停飞啦。所以讲，这个是讲咱对啊谈判的过程，川普总统吼，这个人吼，你爱了解，伊拢讲啊，你有啥物牌卡拍，啊牌啊，愈济人免讲伊嘛较有利。啊，即摆你看中美来讲，牌都送的手，我看最近来讲，这是足明显的啦，吼。啊，这但是哦，我还是要来问李老师，是安怎 economist 要讲 China is winning the game？ 应该是安尼讲啦，因为对 economist 伊的角度来讲吼，伊感觉讲吼，川普已经甲进程吼，牌拢拍了了。对，而且对咱这个国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这个体系呢，就个拍败嘛。啊，规个拍乱以后，其实各国对美国的这个你讲信任感还是信心哦，减弱。我问你讲，我莫讲是全部无去啦，因为无可能啦。啊，不过你对川普总统、这川普政府的信任感吼，一定会降低嘛。啊，不过大家嘛知影嘛，大家想讲哦，我论的3年嘛，3年后才去看嘛，因为3年后唔知谁过赢啊。无一定，当然啦。那川普的继承人，譬如说伊副手系范斯南亚，有可能会继续这个川普的政策。问题那继续川普的政策，无一定伊的手段有可能会改变嘛？因为范斯加这个川普毕竟是两款人嘛，吼，所以对其他国家来讲吼，因为感觉讲这3档大家都论一下，啊，所以。对这个 economist 来这角度来讲吼，伊是感觉讲，对这个关税战，其实对美国、对各个国家拢无好处，对中国颠倒有好处。为什么？中国唔惊战啦，因为对因来讲，因即摆经济，这么疫情后，其实才普遍来讲，唔是介好，早就歹啊啦，嘿，唔是介好。伊即马无差啦，无差。对伊来讲，即马伊出头咱看嘛，伊讲即马经济差不多增长率，大概5%左右嘛。但是若照伊15个5年的计划，伊就要当年要增加5%、4%呢。以后这财调小咱来请教王老师。当然无遐紧嘛，无法度遐达到伊目标啦，预期目标啦。因为咩咧讲，中国。即马对因来讲，外销市场嘛是足重要的，外销嘛，因为对因即马中国这个生产来讲，因即马上大的问题是啥？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是讲，你生产的物件卖出去啊，卖出去，你已经。我安尼看一个冰箱，好伫拼多多顶头讲卖1000多块。这不止啊，这足侪物件嘛，啊，所以对因来讲是即马出口若无好的时阵，对因的经济一定是一个打击啦。但是老师，他多阿高老师也是伊老师拢公告讲，那么川普政府对台湾有完 lots of respect， 是。但是迄是话吹水，还是真正讲这项伊也知影这个底线。这个虽然是生理人好累喙，但是伊也是有道德的底线。我是安尼讲啦，我是感觉讲吼，川普虽然讲台湾，因为大家拢知影嘛，第一任期伊定伊捌讲过嘛，迄个波腾伊进前迄个讲，伊讲伊是若讲两方来讲，中国大陆是一个斗阵啊。台湾是啥？比肩嘛，比肩。啊，不过川普嘛知影啊，台湾即马掌握是啥？高科技啊，所以对伊来讲，台湾嘛是一个好牌嘛。
啊，伊对美国总统，伊嘛知影，伊即个有一个底线，伊不管是家己也是安，伊会无聊，嘛一定会甲讲，会甲口强讲，有诶，甲习近平咧谈判咧讲话时，有诶话袂用讲，有诶红线咱袂用跨越，因为这是美国台海政策的一个底线呐。吼，你讲出卖台湾，还是讲放弃台湾？基本上，即马对美国来讲是无可能。第一个当然咱有台积电，第二个台湾踮咧即个对抗中国大陆这个军事扩张来讲，这个地理位置嘛是相当重要。啊，老师，你因为国民党的地壳也好，还是新的这个国民党的主席吼，有人甲建议讲，啊，你着调工演一个，咱就来找中国吼，啊，美国就家己乖乖来找咱，敢有通啊安尼？美国嘛知影讲，你台湾你用个演的这个牌有偌济，你用个扮演的角色，就像主持人讲的有限啦。虽然国民党你讲，国民党也讲，你讲郑丽文吼，这个后任主席伊嘛讲啊，两岸爱改善关系，啊，有问题改善关系嘛有一个限制嘛，你无可能讲无条件甲咱中华民国，还是讲甲咱个主权规个卖去啊，所以这嘛是有一个改善嘛。这是你对郑丽文的愿望，还是你对伊的观察？应该是讲愿望嘛是观察，伊家己嘛知影啦。你国家安怎讲？你无可能讲为着两岸的和平，甲咱国家卖掉吧？啊，伊嘛会讲啊，你川普甲我台湾卖掉。啊，我川普免啊卖，无好好卖啦。因为你即马吼，我讲起来，你即马甲冷战期间其实拢完全无共款。冷战的时阵确实啦，迄当阵美国、苏联两个超强嘛，所以因两个要安怎讲啊歹听，因两个要安怎话，都有无？迄当阵踮咧欧洲就话落去，这边你管，这边吼我管，有无？迄个柏林、东柏林、西柏林安尼两个坐落来，你讲这个我的，这边你的，啊不即马咧无遐简单啊啦，而且即马经济也好，还是讲规个这个大家这个地缘政治。竞争意思就是讲台湾以非昔日五下阿明啊，对吧？而且吼讲真诶，川普国较那伊个心理人吼，心理人吼，伊嘛知影讲吼，有诶物件，伊嘛无用去凊彩答应啦。所以讲当然讲会讲到台湾，啊问题伊无讲啊，我讲到台湾我会安怎讲？因为伊知影习近平一定会甲讲台湾诶问题。啊，伊嘛无讲，对啊，啊，我无讲，我会讲着台湾怎啊？啊，伊嘛直直讲啊，伊有无？伊直直讲啊。习近平那个知影，伊踮咧川普任内，伊袂去拍台湾嘛，因为知影美军上强嘛，伊知影习近平安尼做，伊戆的嘛，戆带才会拍台湾嘛，美国伫遐啊，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伊有自信啦。伊是感觉我有自信，所以人家讲，对伊来讲，台湾讲啊歹听，对伊来讲是囊中物。台湾是囊中物，有看嘛？伊叫台积电来，咱副总统萧碧琴讲啊，不止台积电呢，规个生产链拢会去呢。这就是爱问王老师哈。这咱已经讨论了足侪届，整个台积电的生产链刷过去是代表着延长，吼，也是代表着去用落空去，是倒一种？当然觉得要分为两块来看啊，就是其实我们作为行政院长跟副总统都还有副院长都提到是台湾模式，哈，所以我们去的大概是属于高阶的。设计或研发，它不会整个厂都带过去，所以那大家想的其实是过去的那种海外加工出口区啊，因为它不是技术而是劳力，所以企业整个像过去直接到大陆利用他们廉价的劳动力，
所以这2个不同的模式。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简称过来，应该就叫矽谷模式啦，就是我们的高阶的部分过去帮助他们研发，在那边设立一个分公司或分厂。可是台湾大部分的那个制造还是会留着，所以这是未来的模式。那另外一个要提到的是说，刚才主持人问到，我觉得台湾问题，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凸显2个，因为我们做中国研究，第一个是中国不太喜欢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尤其是把它抬到跟川普这么大世界级，所以某种程度也代表其实北京当局是有点慌的，因为这其实打破了过去太多惯例。那另外一个，我们当然不认为川普可能会公开说反对台独，而我们现在设想是最差的情况，最差啦。习近平说美中都反对台独，那川普不讲话。这是最差的情况啊！我 recognize， 我认知，安尼，他连话都不讲哦，电签，那当然说，那回到说你要付出多少代价，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很困难。那么就论3档，看 Vance， 是这个意思吗？所以现在说，那后续我觉得还是僵局啊，因为美国要卖台湾不太可能的原因就是，习近平在月初都有讲过要投资美国1兆，可是你要投资什么？美国也不让你投资啊，他只叫你买大豆，他也不让你买晶片，所以中国想要再拿出筹码去来要做台湾问题，他也没有地方可以发挥，所以我们不用太过担心。可是说最担心的最糟糕的情况就刚才说的，那也不用太担心，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其实那都是以美论，那台湾去美国设厂，那我们一直在这边讨论过，我们台积电是很强啊，IC 制造，可是那个研发的软体来自于美国，他不给你，像对付中国一样，那你怎么办？所以还是吃软的，不要得到吃硬的。嘛是要合作作为这基地啦吼。那阿嘉老师你安怎看？这台湾在面对着中国跟美国的谈判的过程当中，咱也无通啊表态，咱敢若只好海西交这天这种态度啊，尔吗？唔是，我感觉台湾呢，会当伫这个两岸内底吼，而是伫世界受到美国甲大家国家的尊重，是因为台湾会当成自立嘛，自立自强，哦，这上重要一点嘛。就他那补充讲台积电，伊去伊甲美国有4个意义嘛。第一就是讲，伊在经济上就是讲，我著配合你美国的一个晶片联盟，啊个安全生产嘛。第二，伫政治方面会当讲，我著意思讲，我著强调，就是要迄个啥对付中国的一个产业链嘛。啊，伫即个外交部就是讲，台湾因有晶片，所以变成一个印太战略上重的一个人物嘛吼。啊，第四就是讲伊迄个要确保，搁另外一个科技面就是讲。确保伫甲中国，伊若要围堵中国的时阵，台湾是一个上好的一个武器。所以我来看，因为台湾自1949年到即嘛，嘛76年啊嘛吼，的确对中国来好，现在会当保持较好的一个安全的对峙墙的场面，就是因为台湾会当自助，让美国、日本开来认助，这上重要。所以。现主时，其实台湾要对台有信心，而且台湾应该要将安尼优势、地缘的优势、科技的优势、民主优势，加上面各按台湾民主人权的优势来拼出来，安尼可以让置于人而不受制于人。啊，这老师你的讲法吼，我想到一个问题，我要请教易将军吼。有人讲你就是台湾政府的执政党你想倒边啊 ，too lefty 所以对川普看了袂介意，你著甲民主党共款拢 DEI 你若支持这敢是川普目睭内面看到的？其实这个是重点不过咱台湾国内政治，大家拢知，咱台湾无倒派、无正派的分别啊。有的是啥政策的分别这点是真重要。咱头拄仔讲台湾除了迄个晶片了个科技。搁咱的保守价值、民主自由，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安怎讲呢？你看，即嘛日本高市早苗起来，你看，迄个支持度冲甲
75%的，足惊人的呢。啊，另外就是讲哦，迄个高市长嘛讲啊，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是安倍路线的继续延续。所以讲呢，啊，伊即马迄个日本呢，所以讲三油条啦，三迄个女性的三本条，三个女性，迄个是拢上遵守安倍的路线。啊，美国即马川普免讲啊，嘛是民主自由。所以咱台湾哦，虽然足侪人伫讲啊，咱是迄个哦足侪左派迄种政策，其实对赖总统来讲，伊最近对于迄个基层的、对于免税哦、对迄个青年的照顾，这个是右转。